好簡單嘅就係、究竟巴拿馬運河點解咁重要？呢個第一點。另外咧，佢出售俾美國集團，或者唔出售俾美國集團，可能俾中資集團，究竟會有乜嘢後果？呢、個我係想大家都知嘅。OK，Alan 交俾你啦，我知道你自動波噶啦。哦，其實我都係喺媒體裏邊同大家分享咧，就其實都係想將自己啲睇法咧同大家去交流下嘅啫嚇。咁我係正職好忙，咁所以但係好多朋友咧就好想即係你分享下意見啦。咁我就呢件事咧就啱啱你俾個電話我啦，我溝通咧就係我哋要知道巴拿馬運河咧，我哋見到嗰呢個日子咧，一定要知道咧究竟美國係諗啲咩嘢，一定要好了解你個對手，咁你先知佢想做啲咩嘢，達到咩效果。又唔使咁驚，飲啖水先啦。咁我首先有一個數字要大家知道嘅，有兩個數字嘅。第一個數字就係2023年，咁美國海軍研究院有個數字就係根據去國會裏邊一個聲明裏邊講到呢，中國製造船舶嘅噸數呢，同美國嘅噸數比較呢，究竟中國係美國嘅幾多倍？呢個國會嘅數字係232倍嘅，係4個字，望塵莫及。咁即係當時製造個危機呢，當然海軍研究院就係講到個問題呢就咁嚴重，個危機就係如果我哋唔解決呢個問題呢，個結論呢就係喺而家目前嘅航空母艦有11艘航空母艦，其中有7艘呢已經係差唔多40年啦，40年啦係要更換嘅。根據預算呢，做一艘船呢要5年嘅時間，即係佢大致上俾個圖現象話俾美國知咧，就係喺10年之後呢，我哋嘅海軍係好拉胯嘅，同中國係冇得揮。10年之後呢，遠海能力呢，我哋係離開，冇辦法同中國比較嘅。如果我哋政府唔介入，介入當然要海軍俾多啲經費啦，海軍研究院嘅數字。第二個數字就係、第二個數字呢，就係2024年咯，新鮮滾熱辣嘅數字。就究竟中國造船業，當然造船業係又攞到幾多訂單呢？佢其中一個指標就係全球嘅訂單攞個數目嘅，佢係攞到75%嘅訂單，好驚人。我當堂嚇跳，然後得啖笑。咁第一大嘅75%，第二大嘅國家係韓國，幾多訂單12.9幾啊，唔夠13%嘅訂單。第三大嘅國家係邊個攞訂單就係日本，日本咧係啱啱12點鬆啲。咁大概你可以理解就係中韓日已經攞咗99%嘅訂單，未來2年。咁如果係咁嘅，美國係佔幾多 percent 呢？係0.2%，主要係軍用嘅，因為軍用冇辦法轉移嘅國家啊嘛，用翻喺美國裏邊。全球以噸數嘅訂單裏邊咧，按照呢個數字係75%對0.2%，即係話將來玩完。點解造船業咁重要呢？就係其實造船重工業係咩呢？係戰時就係軍工產業嚟。即係而家就係民營嘅造船業，其實尤其是中國嘅造船業呢，都係同軍工中船啊、港船啊，都係江南造船行，又可以做民營企業，又可以做軍工企業。打仗嗰陣就全線軍工企業。咁所以其實呢，就因為佢國企嚟嘅，主要係國企，中國造船業國企隨時呢，到戰時準備嗰陣時呢，馬上就開行馬車，咁就好似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咁，就變咗軍工產業。咁所以你將來嚟講呢，又聯想喺軍事上呢，喺噸數上呢，係75%對0.2%。再加上美國嘅危機呢，就係未來10年之內，佢哋海軍研究院研究呢，美國老一輩好似香港咁，香港以前造船都好犀利嘅。老一輩嘅老師傅全部退晒休之後，根本後生仔咁辛苦，又污糟邋遢，邊個肯做啊？何況以前呢，美國而家最讀工程嗰全部都係亞洲人，造船嗰啲仲辛苦，印度人。咁印度人華人都少啊。咁
咁根本就喺美國裏邊真係冇人入行嘅，因為揾唔到食啊嘛咁大劑啊！咁所以而家睇到海軍研究院就介入就係、如果美國而家嘅霸權就係軍事霸權，軍事嘅霸權就係遠洋咧、深海就牽涉造船業造船業其中而家係11艘航母，首先第一樣嘢保住未來10至15年保住11艘航母先啦，咁都40年啦，你都要換啦，你起碼換翻6、7艘，咁已經係要好大嘅代價。咁首先要穩住，要支持呢個造船業。造船業點啊？咁首先要打壓中國啦，兩手準備打壓中國。另外咧就捧起美國造船業。咁其實呢個咧係美國貿易代表處喺2月21號裏邊嘅公佈嘅。係點樣公佈咧？就係、所有嘅中國造船業入中國美國嘅港口要俾100萬美金啦。咁而喺船隻管理公司咧、船舶管理公司咧，如果佢超過50% 嘅船係中國製造嘅咧，就要俾150萬美金。如果少過50% 至25% 就75萬美金啦，少過25% 就25萬美金啦，係嘛？基本上咧好絕呢招。點解絕咧？關鍵就係超過50% 嘅係中國製造嘅船，甚至係掛住中國國家嘅旗幟啊、註冊登記，對香港都好大影響啊！因為將香港航運中心都玩完，好大壓力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會有咩影響呢？當呢個公佈已經係2月21號啦，咁我相信再加埋巴拿馬事件啦，長江嘅李先生佢當然要考慮呢樣嘢。當然佢自己係做碼頭嘅，佢一定明白到個壓力喺邊度嘅，因為呢個壓力係咩呢？首先第一步就梗係趕絕晒美國港口啊裏邊嘅造船業啦。咁所有歐洲嘅船隻公司咧就同美國傾啦。咁點做啊？咁貿易代表處就好簡單同佢傾，你而家賣咗啲船咯，首先唔好超過50%，即係將來嘅訂單，首先你未來2年嘅訂單呢個規定裏邊就限制埋未來2年嘅訂單嘅都計數嘅。咁即係話，首先好絕嘅地方，第一招就係斷咗你未來2年嘅訂單，要你逼你哋撻訂。如果你唔撻訂嘅話，入港口就慢慢死嚇。咁就係第一件事，對中國船舶製造船業嘅最大影響就係75% 訂單，而家即係未來2年裏邊，你盡量去撻訂。啱啱俾咗錢都唔係好多錢啫，按進展噶嘛嚇。咁令到好多中國做嘅船裏邊咧冇人去履行嗰個承諾啦嚇，撻訂啦。咁既然撻訂做咗一半點啊？市場上好多船咧好低價錢嘅，所以未來2年嘅造船業個訂單好多船咧就會大跌個價錢，跌得好緊要，因為個個都撻訂啊嘛嚇。第二樣嘢咧就要重新將佢除咗呢個150萬美金裏邊咧，仲鼓勵喺美國造船裏邊咧就有100萬嘅扣稅嘅，咁就係鼓勵將佢造船業咧轉移翻去美國嚇，即係一來一往嘅，因為佢明白咧點樣養住啲技術勞工咧，如果冇訂單嘅話冇人開工嘅，已經係 just in time production 咁嘛，就收咗訂單先去開工噶嘛，咁所以第一方面就殺跌咗中國未來2年嘅訂單，第二透過稅務安排鼓勵佢訂單往美國跑，希望咧係吸引佢培養到一批即係船廠裏邊繼續去請人。其實而家美國好嚴重咧，就係美國嘅主要重型船廠咧能夠做航母艦即係2個船廠嘅啫，即係每一艘航母話要5年，即係未來咧其實美國好嚴重危機就係因為只有軍工業仲留翻喺美國嘅，其他嘅話根本唔夠中國、韓國、日本競爭。如果要重新係咁做呢，其實好困難，一定要加大咗個差距。所以100萬美金同埋另外100萬美金罰人哋嘅每一次，另外呢就係100萬美金嘅稅務安排咯。呢個就係個背景嚟嘅。咁我哋知道個背景嘅話呢，我哋就明白呢度第一步。第二步呢就係點樣封殺中國嘅貿易，唔好去一帶一路，因為而家嚟講，關稅戰嘅最大目的係咩呢？關稅戰就係你唔同美國做生意啫。中國嘅諗法就係我唔理你，你制裁我比你制裁得更加緊要。
其實而家美國都好唔適應嘅，即係唔係單打獨鬥㗎，係互相制裁。咁但係中國而家諗法就係，我以前第一次貿易戰2018年，你美國佔我貿易嘅比例係18% 出口，咁而家減到18%，減到14% 啦。咁我可以借助其他國家一帶一路裏邊做多啲生意啊。咁而家東盟啦，已經係我哋第一大貿易夥伴啦。2019年 RCEP 又開始啦。我而家準備一心就諗住你唔同我做生意。美國係諗住全面脫歐嘅，中國亦都知道呢個戰略，所以我都諗住透過我哋做多啲南地區啦嘅生意，發展中國家嘅生意、金磚國家嘅生意就算啦嚇。咁但係你做生意嘅話，中美國都唔俾你喎，你做生意嘅話都會繼續壯大噶嘛，繼續壯大你而家係中美競爭啊嘛，國運競爭，你壯大將來你打返我咪死，咁所以呢。呢個150萬美金嘅稅金呢度呢，都會繼續擴展中國喺其他世界嘅碼頭。你如果能夠將和黃和黃有53個碼頭，大家記住，佢而家23個國家43個碼頭賣俾 Bedrock 呢，係全部唔喺中國，中國仲有10個碼頭。咁 Bedrock 唔會買中國碼頭咁蠢嘅，因為點解呢？我買咗43個碼頭，如果將來喺啲碼頭裏面長臂管治，徵150萬稅金嘅話，美元喎，咁你真係趕住中國啦，都唔使做國際貿易啦。你貿易物流成本咁高嘅話，你點搞呢？除非全部陸路啦，陸路又唔得喎，最多歐亞飛啫嘛，歐亞飛嘛。咁你將來嚟講，咁中國起碼會延續。你而家重新開個碼頭嘅話，都會影響到你一定嘅戰略啊嘛，一帶一路嘅戰略嚇。咁呢度第二樣嘢 ，Bedrock 點解唔會買埋中國嗰10個碼頭呢？如果我嚟搞你呢43個碼頭，徵150萬稅，好似同美國咁，咁你嗰10個碼頭仲使唔使要呢？中國係咪啊？咁點解買剩呢10個碼頭呢？長江又唔係退出中國啊？其實對 Bedrock 嚟講，佢嚟講。我諗住搞你嘅嗰43個碼頭借還你，咁你剩低嗰10個碼頭，如果我買咗咪好品，我等於送俾你，到時我打個折扣咁嚇，大家都知道鹽田港都好大嘅收益㗎嘛嚇，咁我一定好貴嘅呢10個碼頭，咁但係我買咗之後就俾你削忽肉嘅，咁佢都冇咁蠢啦嚇。我而家呢度冇評價到究竟和黃李生個決定係對錯問題，我哋其實好被動嘅，資本家又好，商家又好，我哋絕對好被動。但係如果你知道美國嘅戰略嘅話呢，我哋就知道點解國家咁暴跳如雷啦，點解有咁嚴重個問題呢？對我哋整個貿易呢，有冇咩影響啊？咁但係換轉嚟講呢，其實就其實好聰明，我覺得雙方面博弈都好聰明，因為我哋國家喺2月17號呢就召開咗中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啊，係習近平主席你見到馬雲嘅回歸啦，黃興興嘅講話啦，一下子呢即係大家睇到個方向就係我哋國家唔係國進民退，我哋而家睇到我哋好依賴民營企業家去開拓經濟，尤其是高科技、高質量發展高科技領域，因為國企一定唔夠民營企業咁靈活彈性嘅。咁大家係睇到呢件事。第二個信息呢，就係呢個係我相信和黃長江嘅李生都睇到。2月17號，再加上前嗰輪特朗普長期講，你見到 Marco Rubio 佢訪問一去到巴拿馬政府就跪低咗啦，就話可以唔同中國做生意，斷咗個中國一帶一路。你估係長和系嘅李嘉誠驚唔驚？咁你即時簽咗合約同國家簽一帶一路都可以斷約啦，何況我少少一個企業同你租咗2個碼頭嘅經營權，咁咪一定斷噶嘛？係咪？國家級一帶一路都斷得啦，何況一個企業？咁所以佢做呢個決定可以理解嘅，係咪啊？第二個信息就係 Marco Rubio 一去到即刻巴拿馬政府跪低咗，
仲將同國家簽嘅一路協議中斷咗。咁即係對於長和系嘅李嘉誠先生，佢即時個考慮梗係即係萬丈深淵啦，跌到心情係咪？咁但係你睇到2月17號，咦，主席係認可民營企業喎，同埋佢宣布同 BlackRock 宣布呢個時間揀得非常之好。咩日子啊？3月4號、3月5號，啱啱喺兩會開緊，你宣布，啱啱國家主席就已經召見咗我哋民營企業家座談會，重視民營企業，然之後喺兩會期間宣布呢個決定，國家唔好出聲啊！好難講説話喎，唔通打壓你呢個交易咩？係咪？即係理論上嚟講呢，就係封住你。如果我而家用國家級層面打壓，咁咪完全即係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啱啱2月17號嘅啫喎。你3月4號就去打壓翻佢，所以你見到前嗰段呢，3月4號之後呢，國家係冇國家級裏邊呢係冇對李山裏邊有好大嘅對長和系嘅李山有好大嘅抨擊嘅，係嘛？因為呢度呢係今日的我打到昨日的我，會影響兩會嘅氣氛，亦去影響你兩會係維穩啊嘛。所以我哋見到長和系嘅股票升得咁緊要嗰段時間。因為大家仲諗下點應對，咁但係以港澳辦嘅層面，以特區政府嘅層面裏邊呢，究竟用咩法例，用咩嘢去傾呢？我相信好簡單啫，照一照佢見面，大家去溝通理解啊，有咁嘅問題，係國家係咪可以出面去保護企業或者咩呢？我相信作為企業嚟講呢，我哋好無助，我哋應國家民營企業，啱啱2月17號話先話要保護民營企業，要支持民營企業，咁長和系而家都係俾人哋政府欺壓喎，咁而家國家點樣去處理呢？我哋有待去理解啦。咁我覺得係即係唔應該整個焦點裏邊呢，究竟去到係咪？因為以香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唔同內地。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社會個文化唔同，我哋就如果太過強調呢，係究竟係資本係咪有國籍啊等等問題呢，好容易嚇怕咗外資或者係而家喺香港嘅港資嘅海外投資啊，咁反而呢，我哋更加應該以國家層面一個好強嘅信息話俾我哋知，國家級層面點樣保護我哋走出去。走出去嗰陣時，而家個國家政府國務卿走去巴拿馬，巴拿馬政府即刻跪低。我哋係咪應該同巴拿馬政府溝通呢？甚至乎我哋未見到信息，巴拿馬政府話取消一帶一路喎，我哋國家政府都未有回應。咁所以呢樣嘢對於企業家嚟講係好憂心。咁佢賣呢個股票出去，賣個碼頭出去呢，係好理解嘅。咁但係呢，最後我想講講呢。點樣應對呢？即係國家點應對呢？其實大家應對咗㗎啦，可能大家冇留意個信息。馬上我哋就即刻喺北極航道提供咗個破冰船，最新型嘅破冰船，出咗電視，出咗廣告，出咗新聞，話俾你知。我哋點解突然間有個新聞話北極航道我哋個破冰船？因為呢，我哋用咗北極航道由大連港直接去到波羅的海，去歐洲個距離呢，經蘇伊士運河係縮短一半，而且我個效益，我哋最新型嘅效益係好好。咁即係話呢，國家回應就係你冇辦法，第一你冇辦法堵截咗我唔用呢43個碼頭都唔使死嘅，我有北極航道。而且仲縮短咗一半嘅航運時間、航運成本添，呢個意義重大嘅。呢個第一，我相信演示個實力嘅話，演示最新型嘅破冰船呢，係代表我哋增加談判個本錢，即係話我唔使靠你嘅，你買咗都碾唔死我嚇，你做錯一着嚇。第二樣嘢呢，就係國家會加強咗我相信美國第二步呢，就係150萬美金啦。第二樣嘢呢，就封死馬六甲海峽，咁令到喺軍事上令到國家有70%嘅船去，70%嘅貨運量、能源交易量去歐洲、中東都受阻嘅。咁所以呢，我哋相信第二步呢，就國家將會喺透過緬甸呢嘅入印度洋搞漂港，
入印度洋嗰度咧，會更加加強緬甸、印度洋呢個皎漂港，印度洋出口避開馬六甲海峽，呢個第一。第二咧，我哋會加強翻用由新疆喀什去到巴基斯坦嘅瓜塔爾港去中東，亦都係避開馬六甲海峽，亦都用唔到嗰43個碼頭啊。第三咧就我哋睇到咧，而家泰國總理同我哋互動好多，即係話我哋會唔會喺柬埔寨白馬港之後，跟住透過白馬港出海去開拓泰國嘅克拉雲河，亦都慳咗2000海里，唔需要經過馬六甲。咁所以其實咧，國家已經係部署好耐啦。第四就透過招商局，你睇下招商局而家一帶一路嘅碼頭，我哋一早已經即係擔心長和嗰邊會唔會，因為始終係民營企業嘅交易，其實已經有4部棋已經準備咗，所以我相信即使係長和係呢43個碼頭，最後談判裏邊咧真係賣咗出去咧，國家都有應對措施嘅。明白，似乎你嘅答案已經話會賣出去啦，係咪咁嘅意思啊？阻止唔到啦。其實喺談判嘅角度咧，以一國家級嘅談判角度咧，唔會話俾你知賣出去，只要話俾你知我高姿態。即使有冇呢43個碼頭，你對我冇影響，你做傻仔啦！咁多錢買咗啲招，你買咗啲招一定要碾死到我，你先賺翻個本噶嘛，俾多咗錢係咪啊？即係第一，長和係阿里山唔敢提高國家咁嘅港口費，唔會賺到呢啲錢嘅，呢啲錢一定係 BlackRock 賺到嘅，因為佢先會長臂管治啊嘛，所以佢攞到佢自己賣港口嘅錢。BlackRock 先敢賺呢筆錢嘅，咁但係你真正賺唔賺到呢筆錢呢？回唔回到本呢？因為你都要同你嘅投資者交代噶嘛。而家國家就高姿態用呢4招話俾你知，嗱，談判過程之中話俾你知冇用嘅，你理唔死我，你加唔到價，加價都冇用嚇。呢個係如果我係國家級談判，應該會咁樣應對咯。由顯示我最新型嘅破冰船開始，將提到最近皎漂港、瓜塔爾港相關嘅建設，同埋最後個招商局嘅碼頭佈局，我哋留意招商局嘅業績公佈會，咁可以睇到呢招商局喺未來喺國家裏邊咧冇咗呢43碼頭，會唔會對整個中國對外貿易有咩影響？OK， 其實頭先總括簡單講下你嘅意思，即係譬如其實第一個咧，美國就係劍指係中國造船業係嘛？即係成單嘢就係中國造船業係威脅緊成個美國，所以佢點樣為之用呢個碼頭費？或者咁，我哋睇嘢咧，我哋係高層次啲。呢個係手段，劍指中國嘅碼頭業嘅國際貿易係手段。最重要嘅目的係美國嘅海軍造船、海軍業、軍事霸權呢係江河日下。如果唔去扶持翻美國嘅船舶製造業、造船業，要扶持美國造船業，唯一方面呢就係要先打下中國，因為75%你冇得爭㗎啦。佢攞咗合約，你只係0.2% 合約，先用稅收嘅情況打壓中國，用碼頭佈局嘅情況打壓中國國際貿易造船業。另一方面就利用稅務政策去扶持本土嘅造船業。明白，係劍指即係中國即係造船業跟埋，主要係軍事力量啦。跟住一帶一路又封中國啦。咁我想問下頭先，其實唔係軍事力量。係仲究竟美國能唔能夠有金融霸權呢？係咪可以繼續印銀紙過活嘅好日子係咪過頭呢？如果冇軍事霸權支撐呢，好快美國股市而家係超。如果冇軍事霸權、軍事力量，冧到你唔信。明白。所以佢要維持個金融霸權，維持而家個印銀紙個過活個好日子，一定要咁做。明白，頭先你講到破冰船，我都留意呢個新聞。但係呢個破冰船真係可以 replace 到我哋講緊巴拿馬運河，即係咁多中國船嗰個量咩？中國巴拿馬運河係用由巴西到秘魯嗰個前咩港啊？
啱啱有個碼頭係東西鐵路啊，咁係大概2027年、27年、28年咧，呢2-3年就建好噶啦。係中國替代巴拿馬運航嘅方案。你留意下上次 G20 會議，我哋係高調去介紹呢個秘魯嘅前咩港啊？對唔住，咁我一下子同埋巴西嘅南北鐵路。OK，全部改變遊戲規則㗎啦，即係其實任何咧美國打壓中國方案咧，我哋已經預案全部安排晒。部署。OK， 所以依家即係譬如中方嘅即係好高姿態咁樣鬧李嘉誠嘅意思，其實喺個姿態嘅表現就會，因為其實你嘅意思我都部署咗，預咗你可能成事嘅喎，即係唔會話啲坊間有傳聞啊，點解招商局唔代替即係買咗你李嘉誠43個港口，其實根本唔會有呢啲 deal 嘅係嘛？其實我哋係咪應該睇下背後嘅背景咧，同埋手段要分開？咁你而家睇到個背景，個談判背景就係高姿態話俾你知，我有冇都冇所謂，有冇呢43個碼頭冇所謂，話俾美國知。等到買家嗰方面咧就有啲疑慮，係咪啊？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咧對賣家嗰方面亦都有製造壓力喎。所以咧你睇到今次咧唔係國家級，2月17號。主席話支持民營企業，3月4號、5號兩會，我國家級點可以講啲同主席有背道而馳嘅嘢啦？咁咪透過港澳辦咯，透過好低港澳層次裏邊召去開會啦。呢個對賣家嘅壓力啊嘛，對賣家嘅壓力，對買家覺得買貴咗你傻仔喎，買貴咗佢先容易去終止呢個協議噶嘛。係喎，我真係睇翻呢幾樣嘢。幾個數字真係喎，招商局每一個港口都喺你長和系嘅港口附近，你替代唔到我嘅喎。你關鍵就係佢值唔值得俾啲咁嘅錢呢？就係你加唔加到佢150萬稅啊嘛？其實係加唔到嘅，話俾你知，因為我有北極航道，我又有印度洋出海位嘅皎漂港，我又有巴基斯坦中東霍爾木茲海峽嘅出海位嘅。皎漂港，巴基斯坦都一帶一路裏邊港口，瓜達爾港緬甸嘅皎漂港，仲有招商局嘅部署咧，皎漂港同瓜達爾港都係招商局嘅，咁即係你睇到一帶一路嘅部署裏邊，招商局已經部署得好深㗎啦。根本喺嗰43個碼頭附近都必有中國嘅碼頭，而且我哋碼頭仲有咩啊？全自動化無人嘅。就我哋而家長和系嗰啲碼頭仲，你睇下葵涌碼頭仲要咁多人手，2000幾人喺度運作。咁你話邊個個成本更加低，物流成本更加低？咁所以其實一方面我哋要對個買家話俾你知，你傻仔啦，你買貴咗，你先容易去斷個合約噶嘛。一陣間阿李生同佢講，喂，對唔住，我頭未諗清楚，我想同你傾個合約都唔得噶嘛。等個買家傻嘅，你越同我傾嘅話，即係你嗰時抵咗，即係我着數咗，我梗係唔同佢傾啦。但係而家先要做個壓力，你睇啲新聞有個故仔嘅，有邏輯，即係話俾你知，你做咗傻仔啦 ，BlackRock 嗱，你睇下，咦，佢睇翻所有數字，你話係喎，我加唔到佢稅，即係我加唔到港口費嘅話，同阿李生做有乜分別啫？係咪啊？可能仲蝕底咗，仲俾人打壓添。咁我計落條數，我點同我投資者交代？咁咪容易斷個合約咯。第二方面，以港澳辦層面，唔係國家層面。同你講數嘅話，你先會你睇下，一方面呢個做賣家嘅工作，呢個係做買家嘅工作嘅，已經過緊招㗎。如果你識睇個新聞呢，天天都過緊招，你識得拉啲新聞出嚟去比較就知㗎啦。咁你嘅意思係可能成唔到事，即係李嘉誠最後賣唔到啊？咁而家買家會計緊數，賣家又計緊數，因為點解？如果係國家咁重嘅壓力，你就會諗埋，我仲有嗰10個碼頭點揾食呢？仲要唔要？嗰度會 cash flow 都好犀利喎。BlackRock 一定唔要噶啦，嗰10個你即係買咗10個就送翻個，賣咗3個出去就嗰10個唔使做啊？唔會噶嘛，係咪啊？咁所以你而家兩方面壓力嘅話呢，就最後要可能有一個中間方案。例如呢？我唔敢講啊，即係影響股票。唔係，我嘅意思，你講。
我唔敢講影響股票啊，咁影響股票價值嘅盡量唔好講㗎，係啊。嗱，我有冇可能就係喂誒李生，我賣同美國講，我賣唔到啦，喂阿爺咁大壓力，我點賣啊？我仲有10個港喺大陸啊，咁多 business，對唔住我賣唔到，咁賣唔到咧，對阿爺有交代啦，我冇賣到，但係私底下話，喂，如果美國即係喺巴拿馬有啲咩事嘅話，你支持下我啊，你補貼下我啊，我賣唔到啊，係因為你啊咁樣，係咪私底下有啲咁嘅 deal 其咧？實咧就係而家你睇到中美嘅博弈咧，特朗普第2次任期裏面嘅團隊咧，喺地緣政治喺個俠侶之唇係高咗嘅，不過仍然對中國人嘅中環俠侶嘅部署仲係爭好遠啊！即係其實喺呢個佈局嚟講咧，買唔買到對中國都唔係好大影響。不過咧喺呢一次嚟講，你睇到咧，即係大家過招嘅能力啊，大家嗰個高低立見。